个风格哦，本身呢，我觉得它有点融合中西的一个感觉耶。是啊，我们当时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就是说，业主他很喜欢泡茶，然后又有一些像，中国式的一些字画，那我就希望说，在这个环境里面能够把 Oriental Art 的这种东方艺术，把它结合在这个里面。所以我把一个萧南的这种泡茶桌搭配我们美式古典的这种感觉，把它融合在一块。主要是要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它呈现出来的是既有中国那种很书卷的味道，同时呢又有那种西方比较华丽设计的大气感。是。好，那我想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沙发背墙，就可以知道这个一定是屋主的珍藏，他的喜好跟他的宝贝了。是因为这幅画是那个屋主已经很久前就已经写好了，那当然他拿给我们看，希望能够把它融入在整个这个环境里面。所以我在这个沙发背墙主要是用冻石，还有所谓的黑檀木的这个木头，还有所谓的金箔框，然后搭配我们帮它特制的一个挂画框，然后再搭配我们这样有一点古典的一个壁纸，让整个环境就是可以融合在一块，既有东方的这个味道，也有西方古典的优雅哦。是。好，来我们看一下，其实它的这个沙发背墙跟电视主墙的本身，某些程度上是互相呼应的耶。是啊，因为我们刚刚有讲过说，我们整个沙发背墙是用冻石来做主体嘛，然后搭配黑檀木，所以我前面也要有一个冻石搭配美式的一个波浪板的一个休闲风、古典风的东西来做搭配，这样整体的味道才会融合在一块。那主要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因为我们刚刚有强调说它是3代同堂，所以3代同堂的话有儿子、孙子这些小朋友，所以我们在整个电视墙上面我们都是做成弧形的，以防小朋友跌倒会受伤。所以你看哦，这个地方修这个倒角，无形间它的通道也变得更宽敞，然后其实安全性上面还蛮贴心的一个考量哦。是啊，所以在整个环境里面，你会觉得它好像是无障碍，而且就是没有危险性的一个空间。很好，这个真的很适合家里3代同堂有小朋友的设计。是。好，那我们知道像这样子呢，买地自建哦，它通常房子的挑高也都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所以感觉它是非常大气的。哦，这个房子的挑高蛮特殊，它大概我们最顶点有到4.60米。哦，很高呢。对，所以在这个房子的高度4.6米，然后底部也有到3.6米的一个高度来讲，我们的材质就特别重要。所以不论我们在我们的金箔框、我们的木皮的贴做，还有我们的冻石的做法，我们都尽量让它看起来是整体的、完整的。对，而且天花板的高度部分，我觉得它这么的高，可是你并没有因为它高，所以就无限制让它下降，你反而让它往上升。对啊，这就是我们设计师应该做的嘛。所以我就搭配了这一盏水晶灯，然后搭配一些美式线板，让整个层次能够出来，而且不会看起来很唐突，就是很大气的感觉。所以你知道吗？其实这个空间啊，要让中西合璧的时候，这盏水晶灯放在这边，也发挥了它一个很重要 balance 的功能了。是的，是的。接着我们来到这个主卧房哦，设计师其实他这个当初房子是他盖好之后才找你的嘛，对不对？是啊。所以你在不动格局的状况下，你怎么帮他做空间配置？这个地方最重要就是说哈，因为我们业主已经都是营造公司已经承造完毕嘛，那我们如何在有限的空间来帮他做一个规划？那当然在整个主卧来讲，我们希望它是能够延续我们客厅的那种感觉，那以深色系为主。那深色系来讲，一般来讲它可以帮助睡眠。那老人家通常喜欢的就是比较暗的颜色，比较稳重的颜色，所以我们用深色的胡桃木皮来做整个室内的一个主轴。那当然就是说一开始没有先找设计师规划，我们会有一些管线需要重新来做布置。所以这个是我们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一面整个主墙，就是说在这么大的空间里面，我们希望它不会是很单调的，它还是有一些可以把男主人在国外所带回来的东西来做一些摆饰。那当然一个五斗柜啊，那以后还可以搭配一个电视在上面。也可以在客厅看，也可以在我们房间来做休闲。所以它的管线已经都配好了，对不对？对，但是我们整个都需要帮它做延伸。所以照你这样子讲，如果我房子在买地自建，我在盖的时候就跟设计师做好沟通，其实管线的部分你就不用到后来才要再去敲敲打打再来买管线的部分了。对，管线只要做一些微调，做一些延伸就好了。所以我们还是呼吁我们的观众朋友，如果有机会要自立自建的话，或者是买预售屋，你都可以事先找有品质，
有注重质感的设计师来帮您做规划，你可以省掉一些不必要的浪费。好，那其实1楼主卧室的空间哦，只要你可以在乡下地方自己盖的话，都可以有这么大气开阔的空间。对啊，乡下就是有这个好处。好，那么接着我们来上2楼喽，看看这个大儿子喜欢的现代简约风。